箴言和合本第11章1至31節，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，公平的砝碼為他所喜悅。該傲來，羞恥也來，謙遜人卻有智慧。正直人的純正必引導自己，奸詐人的乖僻必毀滅自己。發怒的日子才無益，唯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。但惡人必完全人的義必指引他的路，因自己的惡跌倒。正直人的義必拯救自己，奸詐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惡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滅絕，罪人的盼望也必滅沒。義人得脫離患難，有惡人來代替他。不虔敬的人用口敗壞鄰舍，義人卻因知識得救。義人享福，合城喜樂；惡人滅亡，人都歡呼。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舉，卻因邪惡人的口就傾覆。藐視鄰舍的，毫無智慧；明哲人卻靜默不言。往來傳舌的，泄漏密事；心中誠實的，遮隱事情。無智謀，民就敗落；謀士多人便安居。為外人作保的必受虧損，恨惡擊掌的卻得安穩。恩德的婦女得尊榮，強暴的男子得財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殘忍的人擾害己身。惡人經營得虛浮的工價，殺義種的得實在的果效。恒心為義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惡的必致死亡。心中乖僻的為耶和華所憎惡，行事完全的為他所喜悅。惡人雖然聯手，必不免受罰；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。婦女美貌而無見識，如同金環戴在豬鼻上。義人的心願盡得好處，惡人的指望致乾憤怒。有施散的，卻更增添；有吝嗇過度的，反致窮乏。好施捨的，必得豐裕；滋潤人的，必得滋潤。屯糧不賣的，民必咒詛他；情願出賣的，人必為他祝福。懇切求善的，就求得恩惠；唯獨求惡的，惡必臨到他身。倚仗自己財物的，必跌倒；義人必發旺，如青葉。擾害己家的，必承受清風；愚昧人必作為心人的僕人。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看哪，義人在世尚且受報，何況惡人和罪人呢？